再次送来的花筒，看呀，小大姐们，呀，喏，放大谢我的课，放大姐站起来，谢谢我的榜一哥，站起来没？来，说放大都给放大起。我说那擦擦没？看嘞，装修直播哎，开了热没？开装。儿子也丢多没帮上，啊，把了乡中白把了钢电用多还没帮过。我操，你玩得起吗？你给多的怎么哎？我都是姐姐顶的，啥没？帮过没？我老干的给最玩不起的下面帮上，说啥表演旅游卡大大那些，没表演短期的惩罚没做的这有人等着没帮过。呸！没家子没乡中没米面叫的乡中的嘛呗啊！我说那的你不年干的这嘛呗没啥了没？我说就对那米给这些孩子米面叫乡中，呸！没俺都把你当不到花堆没站起来，你玩得起吗？对，他怎么？看，我上次我东西就漏掉了，我这是玩不起没帮上。就送给他还送的，你玩不起的，一直我说就是没帮上，就是没玩不起的，最玩不起的乡中吧。看都听我的，看不出来。不需要来是你这个，我的岁数，我的老爸辈，退乡中吧。天天听不进你大块的信号都是多，你我说的的名卡都漏，我叫什么漏些？但给你的群嘛的，可能俺看现在这个，但是可能上次不需要来这些小子，我的他今天说没帮上，我的老公，我叫什么家不帅，可能我的给着我的帮大开门，我就叫什么你听不懂啊？小弟弟，不叫什么，我们也不缺你，我也不缺呀，没信的啊，想做的就是没啊，不你也拿了，你给我老皮啊。你说的不需要来这些乡长，我也拿个说的我的，呀，我们乡子嘛，惩罚作业嘛，咱们那几个，我的乡里面玩不起什么乡子就是，你这也是从玩不起的没帮过没，我哪擦子，没放大起的龙总，看我干什么，避免去乡子嘛的，大半的时候大哪里，我哪擦子么乡子没看见了的，惩罚也是节奏嘛的，呀，弄得没龙总，哎呀妈，给他没，惩罚作业没帮下面乡子嘛。我哪擦子没？呸没，我没叫没，这么没挖个孙子嘛没，乡中挑人没，我哪擦子没帮过没？知道你们这大把人惩罚说的呢，惩罚你做没，你做没，看嘛叫多久没，乡中嘛叫没，呸没帮过没，我哪擦子就没嘛，我说就，你发大气了没？突然间我那今天没帮过没，我说就。看见没龙总啊，装修直播的姐姐嘛就吃了5结算没，吃了装修今天的给差不多没帮过没，我那这没惩罚把样子作业没被干不了这件事没，好我说你看他这都嘛没有个事儿呗，今天晚上看红我今天的节目都看他这都嘛没有个事儿呗呗，对没给钱嘛年纪没帮上，对没3级。哎，那别瞎说。非常小的这个。你买嘛香，你买嘛香，光的没有香，都没标。我哪擦擦，我把记得把就没光过。过你在老家的地界过，老不是也不是看你家的那去呢？哎呀这，老是也才过，不瞎说，老贵的时间里不学说。他没有看，你不看。啊，早就真的看见了。你不说你都专门的进嘛的，真的。那看清楚的。妈的，老真的听不进你刚刚不说你介绍嘛，介绍的乡子嘛。看来惩罚不做大把的讲嘛的呗，就是没。破房这看俺现在打过没？我说就大把的破房讲，呸没，看人都还有没帮过。俺里面就啥都真的是都没。啊，看我那就没。帮过就是没，妈的家不没乡中就是没，就没嘛，我是就是，我给看就是没市里面，说啥市里面家不说，你看他头不下去呢，俺拿住惩罚是看这种，出来嘴角没了，爬来嘴角进嘛的，好我说，我说就爬，没事的爬大处理没，俺这大个用脚修不大，其他大个用脚漂了呗，我那啥没帮过就是。结果避免就是压过去没啥落的，嘎在那打哪个票比个点子，说上马天送的现在加成，我做没事，马天加成，家人们现在加成，咱们有没有大哥现在加成？有没有帮我一个墨镜？帮我一个墨镜的大哥有吗？家人们，咱们有没有一个墨镜的？
没有票的都点赞一下，家人们，没有票的点点赞嘛，家人们。帮后面右面大哥的，感谢哥的小心心，咱们右面一个墨镜的大哥有吗？家人们，帮我一个墨镜吧，哥们子。咱们其他右面大哥的，拖起，感谢哥的小心心，感谢哥拖起。咱们右面一个墨镜，家人们，右面一个墨镜的。帮我一个墨镜，家人们，帮我一个墨镜。俺那没写就让我拿的哥们，300要块钱了几千，这不真是。一直。我这就给起这就帮大哥的没相中吧？其实看你刚的选嘛的，强长为啥你来的？但是给起我的做了帮大哥的没，真的。我也觉得给起刚的选有什么程度啊？啥子？别的大哥他们上在我的这了，第一这了，所以呢我的命可都得被绑上了。我呸！你这会儿咱们啷个就那个不晓得你们都顶嘛的，可以的。多久了没？今儿为啥呀？这下头子给他把大了没？我说就给他妈叫多久去没？我那这是没想出嘛呀？咱们右面小心心，你去当把工作。干嘛结果就刚看这情况嘛没？路边的刚多没？我说就。小心心讲你出去。俺这边网络上今天就这丢没巴山没，我跟着。小心心讲你去，我让的个工作过去。甚至要我不过去了，俺的啥看不？没写这声音。咱们右面帮我一个墨迹加长，帮我一个墨迹加长过一下，上一个墨迹加长过一下，右面一个墨迹加长拿一下。我说就，没差这点你这钱嘛呗，没帮过去了。说啥漂洋过海呐？啊，啥子？谢谢哥哥，啥子？咋的？说啥票面的路怒点没路怒点，说是惩罚这个把一人去走嘛的么？帮过。这个票来过来，你的路点对住嘛的，给我的香肠你领着包水了，我的名可都怕没下面。对面俺这俩得早要起来学没给着我地里帮大哥的，其实没大哥先别可了呢，我可以忍，但是不晓得是你俺这个下个了，没可你大个了呢，俺大个了妹妹。哎，其实不晓得可是个的啊，领着包水呢，我的名老下，可能绝对那东过那呀，呀我的老兄。上这个俺的线那都觉得我那一百多没看你刚的说我线那差不多几年了没，头发做了么子？加长过一下，加长给姐妹妹，对吧？给路妹妹，我说就。路你在做学的，你看出来没？上去看到嘛叫多久了没？你说来看看，是的，姐妹，我说就。那个你不讲，你讲对没？嘛叫九妹嘛叫妹，看大点我家就妹妹，帮我叫妹，想出嘛没叫妹，帮给看就了，看我家就妹那样。啊，呸！没帮过没，都是娘那件就没，我说就叫帮下面孙准，我说就市里面别卡嘛，都还是他们帮过，10多万没。但俺拖不着，俺写呢，俺写就嘛呗，俺通叫人们都没说叫嘛喽。我那啥没帮过，多久了没？3久了没？妈逼个这样呀！从今天开始再也不打跟那个帮过相中的，数姑娘干么了嘛？逼个对手缺钱的逼个家头嘛呗！我靠，看啥修都没，说是挖不起的多，真的没挖不起啥去。我那啥。帮不都是能有那有人这买嘛把那边，说是扎起来了，洗不进着是扎起来说是就，帮下。你别人说人正常的没，你选那谁个咯？谁个多啊？就看到那个些毛事没谁见没，帮给看着了的。你好，你好哥，你好。这顶住是的，